又係我啊！跟住落嚟咧，又係一個好特別嘅演出。你聽下個名，個組合好新啊！有林詠詩、譚新強、顏家樂同埋周曉晴一個全新嘅組合，佢哋會演唱《閉月無眠之大婚》世界首演。哇！世界首演即係我哋第一次聽嘅喎。咁呢首歌咧就係融合意大利歌劇同埋我哋廣東粵劇嘅，不如請佢哋出嚟講下先，好嗎？有請四位。歡迎你哋，多謝先。阿姐你好，多謝你。好，你係周曉晴。冇錯。好，你企過嚟呢度啲。等下周志輝可以行一行。咁呢一首歌聽就好新鮮啊！你本來係寫開西洋歌劇嘅係嘛？冇錯，我本身係作西樂啦，包括管弦樂啊、鋼琴作品或者其他歌曲都有寫。哦，咁你而家嘗試有侵入粵曲啦。係啦，因為我早2年咧就嚟咗睇中樂團呢個籌款音樂會，包括你嘅表演啦，你亦都認識咗非常之著名嘅花旦林詠詩小姐同埋阿譚新強先生啦。咁認識咗佢哋之後咧，我自己都睇多咗好多粵劇啊，咁亦都覺得粵劇同埋西洋歌劇咧原來好配合㗎，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將兩樣嘢融合，而係做到一個好特別嘅效果。咁所以就有呢套《閉月無眠》嘅糅合歌劇，係史上第一次將粵劇同埋意大利歌劇融合佢哋嘅元素，去創造一個新嘅作品咯。咁喺製作或者係彩排嘅時間，多謝大家嘅掌聲，多謝先。多謝。有冇彩排嗰陣時有冇咩困難啊？或者咩特別嘅有趣嘅地方？其實排呢套劇同埋創作嘅過程都有好多挑戰嘅，因為我哋始終即係中樂同埋西樂都有好多唔同嘅傳統特色啦。咁要樂師去適應一個新嘅表演模式或者新嘅作品嘅模式，其實都需要一啲時間去練習同埋去接受呢個新嘅曲風，咁所以都有啲挑戰嘅。咁但係我哋好著名嘅男高音啦，顏家樂先生，佢亦都係好快就適應到用廣東話同埋歌劇嘅方式去唱呢個新嘅作品啦。而林詠詩小姐亦都係個技術係非常高超，咁又可以用到粵劇嘅方式，又可以嘗試下歌劇嘅方式去演唱。咁所以其實有好多有趣嘅效果出咗嚟。我聽講，我喺後台聽講，你哋呢個劇會演出係咪？整個歌劇要會演出？冇錯啊！我哋其實成套《閉月無眠》都寫好咗㗎啦。其實而家喺創作過程當中，但係我哋都寫咗好多部分啦。咁今日演嘅就係大婚嘅一幕啦。咁我哋其實去年都演過另一幕咧，就係現代嘅一個愛情嘅另一幕咁樣。好啊好啊，咁我哋先聽為快好嘛？好，請你哋幾位準備，交俾你哋。多謝你啊，姐。共生死相依。
世盼也莫相忘。情若銀漢遠征，永尋萬世光。在聲窩藏，他雖身亡，為十亂槍和是橫江，大罪難量。他非忠良，證據有嗎？證據何方？若都是真，該我對拜天地正兩相愛，卻派異象和異樣。軍機身藏，偷出邊防。若論義心，眼確是下國人，欲藉密信，得千星一仗，卻為愛返航，對閉月愛之狂，往下國隸書勸息歌，更愛親。軍書交往，請君參詳。自知實正在，初信你偽裝，實是和狂，向成一劈柴。我信中只勸莫再戰前，誠未將國密事泄露何方？我真心一片，若虧欠紅妝，我願跪乞此身亡，無反抗。還星星作太氣君太囂張，雖依法治傾下要你身信結殃，憑一杯刺過度亦傾張，欲所未藏，望與體諒，他險惡意害國邦，決切他生生。意難忘信中之過，勸和卻易薄，靈魂含於橫遭劫殃，浪河曾刺探國防，在
狀王見亮，切莫錯怪痴郎，要報國扶國邦，便招世望有依傍，為家國並肩破浪，郎君一片誠心之昂藏，心驚惶，便相告為了惜戰鬥，誰欺騙罪過應申訴，臨迷將相愛卻異樣，思計力還冤賬，欲遞信識惡郎，誰知書邊揚，大罪已列張，縱有冤卻成芳香為報君風裏之王，應要同亡，其奈何半後橋上。